以下落嚟會講一講一啲常見錯誤嘅第一指法。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中音 C。咁我哋可以記住咧，中音 C 就係攞住英文字母 SEA 嚟做一個嘅記憶啦。咁我哋 SEA 就係讀 C 啦，咁同 C 嘅音就好似啦。咁然後啦，你記住咧，夜晚睇海面嘅時候咧，海係黑色嘅夜晚，因為冇陽光照耀之下，咁所以你可以幻想下，成個都係黑色嘅海。咁呢度就係黑晒啦，我 highlighter 先。嗱，咁樣咧就係 C 音啦，因為佢全部都係黑色嘅，黑 C，OK？跟住啦，再去到下一個咯喎，就係 E 音啦。咁你記住啊，你有5個 EE 啦吓，咁5個 EE 嘅話就係0、1、2、3、4、5。咁你有5個窿窿啦，都由黑咗嘅話咧，就係去到我哋傳說中嘅 E 音啦。咁其實呢個都唔算好難記嘅，咁只係咧有時候咧同學仔唔記咗佢高音 E 啦，咁因為咧佢高音 E 咧佢嘅寫法係咁樣噶嘛，咁同學仔就要留意翻你嗰個位置咧係黑色一半，再加1、2、3、4、5，咁去到5個 EE 啊嘛，咁就停啦。咁記住咧。0.5，即是咧，E 音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去記啦。而家喺你嘅程度嚟講咧，你未算一個好高超嘅一個吹笛嘅人啦，咁所以咧，你可以話係暫時你得半窿嘅話咧，吹高音嘅話咧，你只需要記住高音 E 就 OK 啦。咁其他嘅高音咧都未至於去到你嘅程度有半個窿噶啦。咁再落就係高音 D 同埋低音 D 嘅分別啦。咁低音 D 咧，就係你見到圖表上面已經圈咗係 D 音係6隔離啦，咁所以你記住你係6D 班，6D 班咧就係低音啦。咁就完啦，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然後當你見得到喺呢度落到嚟嘅，咁就係6D，即係 D 音啦。咁但係如果佢淨係油咗呢一個窿窿俾你嘅話咧，咁就係你記住你有2個弟弟啦。2個弟弟，2個弟弟啦，弟弟我哋叫弟弟啦，咁所以咧就係2號就係 D 音啦 ，OK？咁再落咯喎，油翻黑佢先，白佢先，就係去到 C sharp 啦。咁 C sharp 嘅話咧，就係呢2個符號。咁你當呢2隻係眼睛啦，咁因為咧呢隻眼睛咧。瘀咗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其實咧係受咗傷嘅。咁之前另一段影片都有講過噶啦。咁但係因為咧，佢受咗傷都好樂觀喎，咁佢都仍然笑住，咁所以佢就好似呢個音 C 有個 sharp 咁樣啦。咁隻眼睛就係個窿窿咯，咁就係 C1、2完咗。然後去到隔離咯喎，就係落翻先，搞掂。跟住去到 F 音啦。咁其實最難搞就係 F 同埋 F sharp 啦，因為同學仔可能對呢一個嘅用法比較陌生啲啦，暫時嚟講，咁唔緊要嘅。咁我哋記住咧，其實咧 F 嘅英文字母係 FOUR 啦，咁我哋轉一次先啦，FOUR 有個 F 字啊嘛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記住啦，佢嘅符號，佢嘅數字係0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。OK，咁即係話咧 ，F sharp 就係0、1、2、3、5、6。咁我哋要對比一下呢2個有咩分別嘅時候咧，即是話 4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標嚟嘅。如果當一啲音域係嗨到有6號仔嘅時候，要小心啦。咁除咗考慮係咪 D 音之外咧，你可以諗下係咪 C 音啦。但係 C 音其實係容易啲記嘅，因為 C 音係全部都黑色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要考慮嘅，當去到有6仔嘅時候咧，會唔會有機會係 F 定 F sharp 咧？你見到個型好似喎，咁但係分唔到嘅時候咧，你就揾4號仔存唔存在啦。如果4號仔存在嘅話，即係呢個音啊，呢個音存在嘅話咧，你就記住 4 係 FOUR，所以有個4字啦。咁但係咧 F sharp 啊嘛，咁話明係升咗班啊嘛，係咪？升咗班喎，
F sharp 咗即係升號，咁即係升咗去5、6年級啦。咁變相咧，佢就唔會係有呢一個嘅4號圈圈出嚟啦。換言之，佢就會升咗班去咗5號、6號圈圈啦。因為佢由4升班去咗5、6，咁所以咧，你記得熟呢個位啦。其實你嘅第一指法應該都唔會話出錯得去邊嘅。但係當然啦，練習得多係最重要嘅，加油！